高雄前鎮因為外港口閣是加工區的所在，定定有看到大型的車直直出入。不過嘛出現講有一寡交通事故。前鎮分局呢，最近實際上有駛一台藍馬控的車去到社區，安排民眾來體驗，了解講到底什麼是大車的視線死角。你有沒有看到前面有沒有？明明車卡攏是人，不過坐佇咧藍馬控車駕駛座頂懸的囡仔兄都是無看到。高雄前鎮分局統計，去年因為大型車事故受傷的40歲以上的有24個人，其中55歲以上的都佔17個。為着要讓民眾知影大型車輛有倒幾大視線死角，最近因實際甲藍馬控車駛來到社區，和大人囡仔一個去試汽車體驗，未少民眾體驗了後才知影，家己平常時騎奧多擺甲大車對調調有偌危險。裡面一個爬去你參悟，他們因會感覺講頭前有誒視線攏看無，邊仔攏看無，所以咱盡量袂使踮大車誒邊仔甲頭前視線10公尺以外才可較會駛進。少年較衝動，會開足緊誒。因媽媽特別互伊去看，看落來了，阮問遐個小朋友講，你有啥物感覺？伊講，真正攏看無呢。分局表示，前鎮遮外港口閣有加工區，大車出入的數量真濟，只要發生事故，人甲車攏真上重。因除了辦這個全國頭一場的藍馬控車試車體驗以外，對1月起也來辦理大型車輛的取締專案，到4月底攏總取締2216件違規，比去年同期加600多件，也互事故率降低7成。臨時有事故，也是有啥物原因停車雖然3分鐘5分鐘，但是對其他的用路人影響真大。目睭看會到的部分有去改掉，所以針對大型車的臨時違停，阮絕對會加強處理，避免事故。前鎮分局表示，交通安全袂使干那畫口號，透過實際體驗，互民眾知影危險藏佇咧倒位，也互因真正理解為蝦米愛甲大型車保持安全距離。記者柯家做邱朝陽高雄場報道。